方面，要继续来关心中国武汉爆发肺炎的疫情。世界卫生组织改号做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。现主时也有消息讲到，这款新型病毒可能会活人，像讲别人住厝内人可能就会去活着，也有病毒有可能会慢慢啊传出去。咱台湾疾管署讲可能会人喂人，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甲大也未证实。即马咱疾管署当咧注意 WHO 会议上新的结果。 中国武汉出现肺炎的疫情，世界卫生组织嘛为这来开会，各有消息传讲，2019新型的冠状病毒会当有限度的人喂互人，嘛有可能会传开。台湾的疾管署唔敢急放风。一直针对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感染，也都是一直所谓的不排除它是人传人啊，所以我们在防治的部分，比如说这个案如果要进到医疗体系的话，我们会做隔离啊，还有一些。 防护的措施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引起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，有限多人喂互人的状况，像讲厝内人做伙喂着这款的情形。世界卫生组织嘛警告讲，疫情有可能会传开。现在在等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最近如果有召开紧急疫情的委员会，做更深度的一个讨论，那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细节才会比较清楚。 中国官方针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公布到12号这天，病例统计资料拢总有41个例，其中重症的7个伫治疗，1个死亡，剩的病情稳定，6个已经出院。出现新型的病毒，全世界拢在关心，尤其是附近的地区无人敢放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